詩篇第39篇，受苦者的認罪。大衛嘅詩交與伶長耶杜頓。我曾說，我要謹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頭犯罪。惡人在我面前的時候，我要用嚼環勒住我的口。我默然無聲，連好話也不出口。我的愁苦就發動了，我的心在我裏面發熱。我默想的時候，火就燒起，我便用舌頭說話。耶和華，求你叫我曉得我身之終，我的壽數幾何？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長。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數在你面前如同無有。各人最穩妥的時候，真是全然虛幻；世人行動實係幻影，他們忙亂真是枉然。積蓄財寶，不知將來有誰收取。主啊，如今我等什麼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求你救我脫離一切的過犯，不要使我受愚頑人的羞辱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，我就默然不語。求你把你的責罰從我身上免去，因你的手責打，我便消滅。你因人的罪惡懲罰他的時候，叫他的笑容消滅，如衣被蟲所咬。世人真是虛幻。耶和華，求你聽我的禱告，留心聽我的呼求。我流淚，求你不要靜默無聲，因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般。求你寬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復原。